聽王嘅35到100mm f2.8 鏡頭，當中包括咗幾個嘅人像焦段，例如呢個50mm啦、70mm、85mm 同100mm。通常大家都會用嚟影下人像嘅。咁如果呢支鏡頭攞去旅行做下街拍、影下風景同埋櫻花又得唔得呢？今次我就會示範俾大家睇下做唔做到呢樣嘢啦。今次嘅旅程我去咗大阪同京都，主要係帶呢支35到100mm f2.8 鏡頭去影我想影嘅嘢，例如依家開緊嘅櫻花啦、風景、街拍、食物同一啲特別嘅畫面。但一講到影風景，大家就會覺得呢一支鏡只係得35mm唔夠 wide， 所以如果想喺旅程影 wide angle 嘅時候，當然可以用手機嚟輔助一下。但作為一個專業攝影師嘅你，我就建議帶多支騰龍嘅16到30mm f2.8 啦。鏡身只係重460g， 而且又有2.8光圈，帶多支輕便嘅鏡頭去影風景，點睇都會專業一啲。今條片我就簡單分咗5個部分。第一就係我影櫻花嘅手法，第二進行街拍留意嘅地方，第三鏡頭嘅單點對焦效果，第四最近對焦距離，第五夜景拍攝嘅效果。每年3月尾4月頭都係櫻花盛開嘅時期，京都嘅袖上鐵道、哲學之道同大阪嘅天滿橋啲櫻花都開得相當唔錯。而今次我用嘅35mm到100mm 就可以影晒櫻花嘅特寫同花海嘅畫面。喺影櫻花特寫嘅時候，我自己就習慣將個光圈開大，營造淺景深效果，將主體突出。不過要留意返快門嘅速度。因為花係屬於比較輕嘅物件，少少風都會吹喐啲花瓣。快門太慢會令到畫面變得模糊，所以快門嘅速度可能要調校翻快少少。例如可以用250分之一秒起步，如果光線充足嘅話，可能會用到2000分之一秒或者以上。因應現場環境而再調校，開埋個連拍就更加穩陣啦。如果有啲花係處於比較高嘅位置，100mm可能唔係好夠影，咁我哋可以將個拍攝模式轉去 APS-C mode， 鏡頭就會有150mm嘅焦距，喺影唔太高嘅特寫鏡頭都應該相當夠用。而影花海比較廣闊嘅畫面，我哋就轉翻去35mm拍攝，可以嘅話建議將個光圈收細一啲。例如5.6到11光圈，咁樣就可以令個畫面嘅清晰範圍更加大，交代到更多嘅現場環境。呢啲就係我自己嘅櫻花嘅手法。如果大家有唔同嘅拍攝技巧，可以喺下邊留言同我哋分享一下。喺旅程入邊，除咗影櫻花之外，我哋仲可以影下身邊發生嘅環境、人物同一啲細緻嘅地方。35到100mm f2.8 憑住565g 輕便嘅鏡身優勢，用嚟做一支街拍嘅鏡頭都相當適合。而喺街拍過程，我哋留意下光影、構圖，又或者係建築物嘅特性，各種交通工具同小動物嘅出現，都係旅程中影相嘅好題材。如果掌握得好，你嘅作品會更加吸引觀眾嘅眼球。今次係用35到100mm 當旅行鏡咁用，我就做咗一個簡單嘅單點對焦效果，但係就已經可以睇到 Wide Angle 同 Tele 兩個對焦嘅速度都係相當之唔錯。
鏡頭喺 35mm 嘅最近對焦距離係22cm， 放大率係1:3.3。只要揾啱靚嘅光源，再攞翻靚個構圖，就可以將你食咗啲咩好嘢靚仔仔咁記錄喺你張記憶卡度啦。由於35到100mm 全程都係可以行2.8光圈，所以用嚟影埋個夜景自然就冇乜難度。開盡2.8光圈之後，就算只係用 ISO 100，只要調翻個合適嘅快門，影出嚟嘅效果同畫質已經相當細緻。加埋個 67mm 嘅 Line C filter， 係咪更加有 feel 呢？而旅行有趣嘅地方就係可以欣賞到特定嘅風景畫面，捕捉到有趣嘅事物，同埋可以認識到唔同國籍嘅朋友，幫佢哋影翻幾張靚相留念，都係一個唔錯嘅經歷。今次大阪京都嘅拍攝旅程呢，就到此為止啦。大家覺得呢支鏡頭呢啱唔啱去旅行用呢？歡迎喺下邊留言同我討論下。而中意條片嘅朋友咧，記得 like、comment 同 share， 訂閱我哋嘅頻道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同 IG， 最緊要就係 follow 我嘅 IG。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広げた傘も畳めないまま私はきっと泣いていたんだよ街を濡らした